此杂交水稻，当真能在荒地种植？陛下，此水稻乃是模仿的荒田，如今亩产不低于800斤。如此，朕便不必再受东林党掣肘。要封赏，这样重重的赏。此乃微末功劳，臣不敢居功。今日臣还有一样东西要献给陛下。哦，陛下，请一步。陛下，此乃蒸汽机，可使盔甲造价降低100倍。降低100倍？岂不是说一套山文甲只需10余两？我大华将士可人手一件。陛下，此蒸汽机乃是工业先驱，而工业先驱的本质就是大大的降低造价。有卿家所献出，朕定能忠心大华，再现盛世。朕决定封你为一字并肩王，与朕共享天下。陛下请慢，臣还需研制化学，钻研雷泵，暂时还不想那么高调。化学？先前听闻大将军之女杨雪身中砒霜，便是你用什么化学救回来的？正是如此，还望陛下恩准。好，朕便再给你3言。此外，朕还会下旨训斥于你，不允许外人进你。作为补偿，朕会提拔你未婚妻之夫为吏部侍郎。3年之期以后，朕再将你封为一字并肩王。臣叩谢圣恩。如此，朕便等候卿家的消息。巧儿，我们回宫。巧儿，你立即派内阁拟旨，擢封沈青山为吏部左侍郎。另外下旨训斥韩冰不务正业，不学无术。奴婢这便派人去办。蒸汽机已造出，接下来便是将数理化普及全国，准备开启工业革命。这次必不再让2年屈辱重现。儿啊，你怎么得罪陛下了？这是假象。3年之后，我们韩家一定一飞冲天。韩冰，给我滚出来！哈哈哈哈！叶柔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是不是来商谈婚事的呀？商谈婚事，你们韩家也配？今日我是来退婚的。小姐，来了，果然你备的礼物可都备好了？都准备好了。可是，小姐，礼物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这还多啊！半月前，我身中砒霜剧毒，连太医都说我非药石可救。是韩冰，他将我从鬼门关中拉了回来。若非他已有婚约，罢了。梨儿，先随我去韩府，谢过韩冰的救命之恩。我儿并未做出对不起你之事，为何退婚呢？因为你的儿子影响了家父的前程，我们当然要来退婚。影响了岳父什么前程？还不懂？陛下都已经下旨，你还不明白吗？科务院判韩冰接旨。臣韩冰接旨。科务院判韩冰不习孔孟之道，不言圣人学说，整日沉迷奇淫巧技，不务正业，身负正望，今特下旨训斥，以示警戒。臣领旨。韩冰，恭喜你，陛下对你十分失望，你写好字为之。儿啊，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？你不是说没事吗？这陛下怎么下旨训斥了？哎呀，父亲，你误会了，这都是假象。韩冰，你简直是说谎成性，都死到临头了，居然还笑得出来。说的都是事实啊！哎，事实就是你钻研这些奇淫巧技被陛下训斥，而我父亲已经荣升了吏部董事，你呀，配不上我姐。我配不上，若不是我韩家，没有你们现在的沈家。我儿说错了什么？老东西，给你脸了！我父亲没有今日，全是他老人家自己努力的结果。
3年前，我父亲只是一名知县，但如今已经升为吏部左侍了。而你们家3年前怎样，如今还是怎样，真是一家子。3年前是老夫奏请圣上，将他一介七品知县调入京城为官，如今尔等如此过分。家父心系百姓，勤于政事，这都是他应得的。说得对，如今升为吏部左侍了，都是他老人家兢兢业业、勤于政事，而非像你们这般不思进取。那我告诉你，如果没有我，你父亲现在还不能胜任左部侍郎。怎么，今天你是打定主意不退婚了是吧？这个婚我退，但是不是因为你让我来退婚，而是我要退婚。你要退？没错，就凭你们这些势利妄意的失仪小人，根本就不配进入我韩家。来人，拿婚书。现在不是你要退婚，而是我要退婚。好，韩冰，你有种！现在你们满意了，你们的目的达到了，现在给我滚出韩家！你今日羞辱我沈家，现在还想赶我们走？天下有这么好的事情吗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因为我沈月柔被京城名媛所嘲笑，如今更是撕毁婚书羞辱你，以为你是谁？来人，负责人给我抓了！干什么？叶柔，这是韩府，老夫是公务侍郎，要做什么？老东西，给我闭嘴！工部侍郎算个屁！我爹是吏部左侍郎。这一切耻辱，都是因为你钻研奇医巧技，让你在京城受尽了屈辱。你不是想钻研这些奇医巧技，今天就把这些东西全给砸了。这是你欠我。给我把他给砸！是。不！你想要什么补偿我都给你，你不能砸这些实验品，你不能！哦，原来你这么在意这个东西，那我可更要砸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砸了这些实验品，陛下会震怒，到时候你们沈家一定会受牵连的。哦，我看陛下更加震怒于你研究这些奇淫巧技吧，否则也不会下使迁怒于你呀。弟弟，跟他废什么话？给我把他给砸，一个都不留！不，你们不能这样！不，你们不能这样！好，砸得好，再给我砸！这关乎百姓生气，你们不能这样子！嘿，这破东西还能关系黑道生气？今天我就砸定了！还有这破机器，给我炸了！这机器你不能砸，不能砸，这是我大华的国运啊！就凭这些奇淫巧匠，也配是我大华国运？我呸！自古以来都是孔孟为正道，我这次不仅要炸，我还要赏，每人赏银10两。不！这儿啊！沈念柔，你死定了！我一定会让陛下惩罚你沈家！来人嘴硬！陛下对你的奇淫巧技痛恨已久，今日我们毁了，陛下只会奖赏于我们。混账！你们在韩府如此欺辱老夫，老夫定会告到御前，将你们擒拿去罪！再敢多嘴，
你！苍天为鉴，日月为证。若寒冰不能灭你沈家满门，誓不为人。哼，要灭我沈家满门，今天先把你宰了！不要啊！再有敢动者，死！韩冰，你们敢动本将的救命恩人，好大的胆子！杨将军，这件事不是你能管的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们这次来是陛下和丞相的意思。陛下的旨意，圣旨呢？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有圣旨？若是陛下的旨意，你可敢跟我进宫面圣？有什么不敢的？韩冰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若为陛下旨意，算我进宫面圣，说个明白。希望不要后悔。劳烦丞相与叶公子稍后片刻，我先进去通报一声。有劳郑小姐了。你确定寒冰的那些奇淫技巧都被毁了吗？孩儿一直派人监视，确实被毁。做得好。不管陛下有没有发现杂交作物，任何人都不能威胁我东林党的根基。丞相、叶公子，陛下宣你们觐见。慢着，还有我。韩元盼，谁给你打的？不要命了！郑小姐，我要见陛下。那走吧，我扶你进去。这韩青一表人才，只可惜已有婚约在身。若不然，内忧外患，朕岂可儿女私情？再有3月，便是上元佳节，辽国怕是又要扣关要钱。朕还是得想想办法。臣叩见陛下。都平身吧。谢陛下。韩青，是谁敢打你？陛下，是我沈家打的，因为他该打。放肆！一介白衣敢殴打承廷命官，来人，把此2人推出午门，斩立决！陛下，且慢，陛下为何不问问他们因何殴打韩院判？那朕倒要看是谁给你们的胆子！敢问陛下是否下旨训斥客务院判韩冰整日钻研奇淫巧技，不思进取？没错，朕的确下旨训斥。那倒没有，陛下都下旨了，现在怎么不嘴硬了？难不成是下旨后遗症？你敢将整件事都告诉陛下？等等，你说这话又是什么意思？陛下，我大华以研究儒家学术为荣，这才有了我大华15代传承，不知陛下承认否？是，又如何？韩冰他钻研奇淫巧技，为陛下所不齿，臣女深以为耻，所以想跟韩冰退婚，解除婚约。此话当真？是的。所以是韩青家不愿退婚，你殴打他，这才成功退婚。既然如此，你又岂能动手打人？这婚退得好啊！若是韩青将杂交作物与蒸汽机推广，此等泼天功劳，那就是要娶朕，朕也得答应。陛下，并非那沈念柔殴打韩院判，而是意图谋杀。什么？想杀了韩青？是的，陛下。若非臣及时赶到，恐怕韩院判早已命丧黄泉。混账！你们是要谋反吗？陛下，那是因为韩冰他该杀。犯了什么罪？我凭什么该死？你大放厥词，口称奇淫巧技关系天下百姓生计，还关系我大华国运，诸位听听，这荒唐不荒唐？荒唐的是你，一口一个儒家学说，儒家能够当饭吃，儒家他能够充足国库吗？儒家能治理天下，教化天下万民，忠君爱国，而你的奇淫巧技呢？我的杂交作物能使天下粮食产量翻数倍，蒸汽机带动工业革命，让我大华生铁产能提升1000倍，武器装备
更是造价降低100倍。你的熟家他能做出来吗？粮食欠收乃天灾所致，难道说你的奇淫巧技能对抗天灾吗？我的杂交作物它不仅产量大，即使遇到干旱，它也能产量。朕可是亲眼看到杂交作物在模拟干旱的实验田内长势茂盛，韩青之功当真可比肩神农伏羲。有此两物在，朕定能中兴大华。我倒是没有见过有什么作物能在干旱地生长。陛下，如今我已将全部奇淫巧技全部去除，但是韩冰依旧死不回来，还请陛下立即下旨严惩。既然都已经……你说什么？全毁了？你说什么？全毁了？陛下，那些都是奇淫巧技，自然全部毁了。韩青，他说的是真的。陛下，臣只是不想让天下百姓再遭受饥饿之苦，也不想让我大华再遭受扣编之苦。臣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儿啊，你就别说了。臣被他们所制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炸掉了蒸汽机，多少鲜血被付诸东流，臣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想和我退婚？好，我同意了。但是为什么要毁掉我的心血？这一切你有什么资格可以毁掉？看来我砸的没错。这次陛下不仅不会怪罪我，还会擢升我沈家。凭什么？就凭陛下下旨训斥，这还不够吗？陛下，时至今日，韩冰还在大放厥词，死不悔改，还请陛下立即降旨严惩，以儆效尤。够了，都给他住滚！来人！哼，奇淫巧技为天下人不齿，连陛下都容不下你。如今你还敢口出狂言，哼！我倒是要看看你能在这雨帘卫下活几夕。住嘴！把他们给朕抓起来！做错了你！陛下，你抓错人了！韩冰他不思进取，你可知道他呀？朕抓的就是你们这群乱臣贼子！不可能，臣女这是在为陛下分忧啊！擅闯朝廷大臣府邸是为朕分忧，对朝臣发大喊杀是为朕分忧，为国之所重也是为朕分忧。是谁给你的胆子，允许你们一介白身擅闯朝廷大臣府邸？陛下，不是这样的，陛下。说，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对朝廷命官动手？你们想造反吗？陛下，臣女知道错了，请饶了我吧。殿下，饶了我们这一次吧。哼，饶了你们。问问韩青，你们配吗？啊，姐夫，饶了我们这一次吧，我们知道错了。婚事我已经撕毁了，我不再是你们的姐夫。沈念柔和我们韩家没有任何关系。陛下，沈家姐弟擅闯韩府，毁掉国之重器，更是殴打我们父子，想欲杀之而后快。臣请陛下严惩。好，就如卿家所言。小儿，奴婢在。拟旨：吏部左侍郎沈青山教子无方，身负正义，即日起革去吏部左侍郎之职。沈家姐弟残害忠良，图谋不轨，罪图谋反，其罪当诛。立即退出午门，斩首！陛下冤枉啊！陛下且慢。丞相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沈家姐弟因陛下训斥，才擅闯韩府动手，此乃顺应陛下旨意，就算有罪，也罪不当死。其二，陛下所言乃有所隐瞒，如无隐瞒，也不至于有今日之事。臣代朝堂百官，请陛下收回成命。对，陛下，如果不是陛下有意隐瞒，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！闭嘴！陛下，这也不是他们沈家姐弟擅闯我韩府，毁掉国之根基，甚至杀我的理由。你钻研奇淫巧技，不思孔孟之道，
何该有今日之祸？我钻研奇淫巧技怎么了？我碍着你们了吗？你们口口声声说什么儒家是正统，如今天下大乱，反贼四起，外敌频频扣关，怎么没见你们儒家做点什么？钻研奇淫巧技就是不对，你如此杀我们，我们不服！对，我们不服！住嘴！敢在朕面前咆哮，找死！立即把此二人推出午门，斩首示众。哎，沈家姐弟顺应陛下旨意，打击奇淫巧技，此乃有功，轻易杀之，恐难让朝堂百官信服。什么意思？韩院判不是以格物为荣吗？那就请韩院判告诉本相，你的奇淫巧技能做什么？可耕田，可作战，可筑城，可安天下。本相从未听过有这等事。好，姑且算你的杂交作物为高产作物。那么作战呢？陛下，请韩院判拿出一件赢天下的东西，让我们信服。你的东西已经被砸了，我看你能拿出什么东西来。儿啊，不要中计，他们这是要转移话题。韩青，你可以不答应。沈家姐弟擅闯朝臣府邸，本就该死。臣谢陛下好意，但这事臣应下。你确定军前无戏言？不就是区区辽兵吗？我手里的武器，一剑就可以把他们击破。儿啊，那可是辽国，是我大华的百年之敌呀！韩青，辽国军力强盛，我大华只有防守之力，无反击之能。那辽国铁骑横纵天下，即便是我的白干兵，亦不能敌。欲败辽国铁骑，几乎不可能。你可真能吹！先前说你的杂交作物能让粮食产量翻倍，如今又说能用一件武器击退辽国，倒真是可笑。可笑的是你，你们不懂什么是物理化学和工业，只是一昧的抵触儒家学以外的所有的东西，你们才是真正迂腐。闭嘴，这轮不到你说话。陛下，请派人从臣家中取来。好，巧儿，奴婢在。你马上去韩府取回，速去速回。我，韩青，朕再问你一次，你所言当真？当然，区区辽国骑兵不堪一击。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给了韩院判如此底气，竟然敢说辽国铁骑不堪一击。对付外化蛮夷，当然是火器。我的火器足够把他们一一击破。火器？哼！莫非韩院判以为我大华没有火器吗？韩冰没从过军，这下怎么办？你说的不会是火铳吧？火铳？你们要是叫火铳，也可以这么说。火铳，我大华边军装备超过10万支，现在击败辽国了吗？火器的射程与弓箭相当，但是装填繁琐，没有精度，打一枪，对面的骑兵就冲到面前了。儿啊，为父便是营造器械的工部侍郎，火铳不行啊！韩青，若是火铳能击败辽国，朕早就大规模组建神机营了。米尼步枪可是世界第一款现装枪，前装枪的巅峰之作，火铳也能碰死它？陛下，准确的说，应该叫步枪。步枪？那是何物？你可以理解为更高级的火铳。不还是火铳吗？你懂什么？我的步枪可以在150步外击穿盔甲。什么火铳能击败150步外的盔甲？陛下，此子信口雌黄，欺君罔上，积罪当诛，请陛下立刻下旨将韩院判拿下。叶山，不要拿你的无知来挑战格物。哼，笑话！别说他人，你问问安东将军杨雪，什么火铳能在150步之外击穿盔甲？叶山，你急了？陛下，东西拿来了。哼，我倒要看是什么东西能击穿150步外的盔甲。请陛下移步宫外，以验证韩院判所言。我们杨家世代忠良，若你现在向陛下认错，以我杨家，方可能保下你。杨将军，你怎么这么确定你说的是假话？150步外贯穿盔甲，只有火炮和床弩能做到。
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你们根本不知道科技的力量，别说是150步，将来就算是15000步，我也能杀。哎，你别说15000步了，就这150步，你就算击中了，也不可能击穿。这么确信？那你敢不敢穿上盔甲，站在150步外呢？有什么不敢的？弟弟，你要做什么？姐，你放心，就这150步，就算他命中了，他也没有穿透力，连我的皮毛他都伤不了。哼！陛下，请允许臣披甲在150步外。慢！怎么害怕了？韩冰，倘若……多谢杨将军好，但不用。请陛下允许沈念文站在200步开外。200步开外，韩青，你是认真的吗？你可知200步开外代表了什么？臣要告诉世人，这科务就要做不敢做之事，所以请陛下允许将盔甲放置在200步开外。可是，就算火铳的射程在200步开外，这个距离上想打中都难。臣非常确定。好，朕准了。弹丸打出去是乱飞的，这个距离，别说击穿了，你要是能打中啊，那都不可能。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韩元派，枪装好了。趁还没有开枪，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倘若你现在从上面下来，你还能活命。来，我今天就站在这里，你要是一枪打不死我，你就是我养的。太远了，连1%的命中率都没有。杨将军，你就看好了。这么嚣张，这次先给你点教训，就当例行。啊！弟弟！哼！海边，我和你没完！我可是提醒过他的，他自己要坚持，这怪不了我。要说智慧，我还真不一定比得上你，但要和我比知识，我甩你8条街。他当真做到了？那日后我大华兵族岂不天下无敌？韩青真乃我大华国士，有韩青在，何愁我大华不兴？这到底是何等神物？200步，真的做到了。这就是科务。对于科务而言，这世界上就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。韩冰，这是走了狗屎运，我不服。对，就是走的狗屎运，侥幸罢了。侥幸？好，那这天上的鸟你们都看到了吧？它的飞行高度应该不低于200步，250步都有了。你这是何意？难道你想说想让这把破枪给打下来吗？我这把破枪，再打一次鸟也没问题。冰，你真的把你自己魔性当实力了吗？韩青，你可知打鸟意味着什么吗？这些鸟是快速移动的，你现在已经赢了，何必如此？你们都说我这是运气，我问你们，我有没有打穿这200步外的盔甲？的确，无论如何，你的火铳很不一般。这就对了。如果我想，我一枪爆了他的头。别以为侥幸打成一次就……如何？这还是运气吗？要不
我再打一只下来。不必，韩青已经证明了自己。陛下，此火铳不但可在200步贯穿盔甲，更是指哪打哪，堪称神兵利器。请陛下降旨，大规模制造此火铳，装备全军，击溃辽国。有此神兵利器，朕定能击败辽国。只是，韩青，此物可否大规模制造，装备全军？陛下，这枪最重要之处就是枪管内膛线，而此枪管内的膛线只有机械设备才能够拉出来。目前臣家中正好有台设备。好，那便请韩青主持此事，大规模制造，装备全军。但目前还不能制造，因为机械设备的动力装置为蒸汽机，如今已被沈家姐弟二人所毁去了。若是没有蒸汽机，那臣便无法再制造。这就是你们口中的奇淫巧技，它能制造出击败辽国的神兵利器。汉帝，不是这样的，这是欲加之罪。欲加之罪，你随便找个工匠问问，你问问他们能不能制造出来。韩帝，你这是公报私仇！给朕闭嘴！时至今日，尔等还在狡辩。陛下，先前韩院判已和沈家姐弟、丞相定下约定，如今韩院判大获全胜，朕知晓。传朕旨意，沈家姐弟残害忠良，妄夺圣意，不思悔改，罪同谋反，其罪当诛，斩立决。臣下救我！臣下，我们是遵您的意思啊。若是我今日不能保下他们，岂不是寒了下面人的心？陛下，丞相指使他们摧毁国之重器之事，还尚未解决。这报！800里交集辽国20万大军欲扣关，急需粮饷。辽国扣关啊！辽国扣关！陛下，边军800里交集，需要粮饷。往年只需10万，今年怎会有20万？不能被动防御，要先下手为强。丞相，国库还有多少银钱？机会来了，陛下，国库早已空虚，为今之计，唯有向江南东林岛借调粮饷。只是吏部侍郎沈青山在江南颇有威望，若此时……该死的东林党，又借此要挟朕。只是将士们无粮，根本就无法作战。沈家姐弟虽有罪过，但朕念及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姑且放过你们。若再有下次，数罪并罚。寇先生，寇先生，好了，朕累了，韩青留下，你们都退下吧。谢陛下。韩青，朕对不起你。如今国库空虚，连朕的内堂都没钱，为了江山社稷，朕也是不得不如此。臣知道国事为艰，但请陛下给臣1年的时间，培育新作，用2年时间推广北方大地，如此3年后，便可解决缺粮之苦。朕等不了那么久。陛下为何如此说？宗室亲王一直觊觎皇位，据传宗室亲王与辽国内部有勾结。朕现在担心的是，3月后上元家宴，辽国要借此发难。陛下若想要大魏稳固，就需要粮草，得到大军的支持。的确，但现在天下能大规模借调粮食，也只有东林党了。陛下，粮饷问题臣能解决，不过还需要陛下的调兵虎。韩青不可，如今局势危急，若单纯的杀，恐会让我大华在顷刻间分崩离析。放心吧，陛下，此事交给臣。如此，朕便将调兵虎符于你。臣谢陛下。爹，这如何是好？爹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让我说什么？杨将军，贤侄，
陛下还有没有其他交代？有，彻底剿灭东林党，平息内乱。陛下已将调兵虎符给我，彻底平定内乱，这何其之难！兵权在我们手上，有什么难的呀？这军权是在我们手中，可我们没有粮饷，军队没有粮饷供应，手底下的兵也不会听我们的。是啊，贤侄，如今国库空虚，军中粮饷皆由东林党供应，如何剿灭他们？这些我都知道，但如果我说3月之后，我会解决所有的粮草问题。韩院判，您莫要开玩笑了，这可是朝廷几10万的军粮，这所需要的钱粮也不是个小数目，你如何解决呀？这不仅东林党手里有钱粮，粮商手里也有。据我所知，这3月后的上元节晚宴，吕松和满剌家他也会派使者前来。你的意思，从他们手中去买？不错，吕松和满剌家他们是粮产大国，如果有钱，那自然就不会缺。买？朝廷没钱，否则也不会让东林党如此猖獗。是啊，你说要买粮，可这钱又从何而来啊？这钱自然是从地下来，咱们去挖就有，黄金、白银都会有。哇，贤侄，咱们现在连银矿和金矿在什么地方都尚且不知，你告诉我如何去挖？你们不知道，但我知道。你们准备好兵马和工具，我会告诉你们具体位置。你说的可当真？当然，3个月之后，我保证军饷绝对不会少。不过杨将军，我还需要你带一队兵马和我去趟天下商会。好，我可是经常翻阅地质杂志的，这金矿看山东，银矿看河南。下官叩谢丞相就念文和念柔之恩，下官没齿难忘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能救得了他们这次，但未必救得了下次。相爷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此次是因为女帝需要粮饷，但她已经对你动了杀心，下次就没这么好运了。丞相，那此事该如何是好？难道我们沈家难逃厄运吗？换个皇帝就可以了。换一个皇帝。宁王朱成乃宪宗后裔，封地江南，颇有才能。若能立他为新帝，可得从龙之口，保我你们沈家安永。宁王，叶公子，我们需要怎么做？女帝朱梦云对韩令颇为看重，上元家宴上，朝堂百官弹劾韩令，只要女帝肯保他，我们便可立即推翻他，立宁王为新帝。叶公子，那宁王对此事如何看？我们何时联络宁王啊？朝廷有规制，大臣不得私下联系藩王，否则便是逾制。这就给了女帝收拾我们的礼。那该如何将我们的计划告诉宁王啊？当然是在大殿之上。大殿上，这1年前，有位欧罗巴使者前来京城觐见，想在大华传教，但没有被允许。后来遇到了宁王，如今尚在江西宁王府上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曾在江南和东南沿海全国学过一种来自于欧罗巴的信息传递方式。上元家宴上，我会通过这种传递方式将计划告诉你。此次上元家宴，欧罗巴传教士将随宁王一起进京，再次恳求传教之事。那不是我们沈家可有效劳的地方。逼死韩冰，新帝继位，你们便有了拥立之功。下官知道怎么做。好消息，京中传来密报，东林党对朱梦云不满，你废子。门下，恭喜王爷！如今只要拉拢东林党和当朝大将军杨林，便可成绩大同。这倒是，不过本王是藩王，而京城又是朱梦云的地盘。若本王派人私下与大臣联络，朱梦云定会处置本王。莫非王爷忘了，丞相之子叶清明曾向欧罗巴学习过信息传递之术？你的意思是，上元家宴由欧罗巴传教士替我们传递消息？不错，传教士对我说过，这种信息传递之术，整个大华之内只传递给叶清明一个人。好，如此本王大业可成。不过门下还有疑问，不知王爷想当有为之君，还是登上皇位即可？废话！
本王是太祖子孙，自然要做有为之君，岂能甘心当东陵党的傀儡？那便请王爷重用客务院判韩冰。此话何来啊？东陵党控制朝堂，是因为朝廷需钱粮维持战事，而门下听闻韩冰曾研制杂交作物荒地100种，产量是当下首位。此话当真？不仅如此，还有一物名蒸汽机，可使盔甲造价降低数百倍。好，本王明白了。若想摆脱东陵党的控制，你需要重用韩冰。可韩冰如今是朱梦云的人，本王该如何？沈家之女退婚韩冰，使韩冰心血毁于一旦。不仅如此，还欲杀之。好，待本王登基，歼灭他沈家，靠韩冰摆脱东陵党的控制。叶公子，您今儿怎么来了？本公子让你们3日后押解20万两白银，1万担粮食到户口。这笔钱粮，东陵党会在之后补。为何需要这么多的钱粮？辽国20万大军寇，那是不是少了点儿？要不要我们多筹备一些？就筹集这么多。此次筹集过后，接下来的3个月时间内，没有我的吩咐，不再为朝廷筹备粮食。这是为何？不该问的就不要问，照做便是。记住本公子的吩咐。这叶兴明好大的口气，连自己的位置都摆不正。哼，这叶家不过就是东陵党的傀儡。不必理会那个叶兴明，不过这的确是个好机会。我们要不要多筹备一些粮食？当然要多筹集。草民见过杨将军。都起来吧。此次我们是代表朝廷来，向你们购买50万担粮食。什么？你代表朝廷买50万担粮食？怎么，有问题吗？我就想知道，现在国库还有钱买粮食？放肆！你敢蔑视朝廷？我说的有错吗？没钱怎么买什么？这是干什么？咱们是来做买卖的，说不行。3月后的宴会上给你们买粮钱，卖或者不卖。有现银就卖，想算账没门儿！你天下商会可是大花国最大的商会，不怕你。你们要是这样，我可要放羊血了。刚才都是说笑，您别见怪。但这可是50万担粮食，万一你们没钱呢？你们筹措，到时候家宴上我交钱，你们交货。若没有，不用交货。好，那就上元家宴见真章。陛下，事情已经办好，3月后会短暂解决粮食问题。天下商人与东陵党沆瀣一气，你当真确定没有什么问题吗？而且，你不是说要从吕松和满腊家购买粮食吗？吕松和马拉家那都是之后，现目前大华粮商即可。只不过这粮商的问题，陛下，您不懂商人。这怎么讲？对于商人而言，利益至上，只要利益够，就没有他们不敢做的事情。只是，你当真确定河南和山东的地下有金矿和银矿？臣非常确定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便是科务的。巧儿，奴婢告退。韩青，你且过来。陛下，还有其他事情吗？如今韩青与沈念柔退婚，不知可有什么心仪的女子？若陛下无他事，臣先告退了。来，贤子，敬你一杯。这个位置，寡人已经看上，给我滚！不会滚，你该如何教我？放肆！知道他是谁？
大辽皇太子阿史那库特，轮得着你拒绝？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，还不赶紧给皇太子让位！得罪了皇太子，你可承受不起后果。还不赶快给辽国太子让位！别说他是蛮夷太子，哪怕他是皇室宗亲，我也让。就算是本王，你也不会让吗？韩愿盼，就算是本王，你也不愿意让吗？朱晨，这就是你们大华的态度？寡人从未受过这种气。今天你必须得给我交代，不然我马上骑兵南下。素闻辽国太子豪爽，没想到今天的表现却如此名不副实，要么以讹传讹，要么别有所图。这是大同一线的部分告诉你，只要你逼死韩冰，剩下的一半便与你。山西一线任由辽国侵略。好，上元家宴上，寡人便找茬。你心中下小话，别有所图是吧？好，我这就带兵南下。秃头皇子何必动怒？我一会儿会给你一个解释，如何？寡人给你个面子。韩愿盼为何不愿让啊？我为什么要让？就因为他是蛮族太子。殿下，像韩冰这种不识大局之人，不配为官，应当充军流放。沈家的许褚被人利用尚不自知，不过正好让本王收寒冰之心。让与不让皆无罪，不过我大华可不能再起战事。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，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。这韩冰跟顶上宁王真是找死！自家拔河。殿下，韩冰得罪辽国，若不明正典义，恐怕引起战争了。你真的这么以为的？对韩冰不杀，不足以正朝纲；杀，不足以平民愤。还请殿下明鉴。殿下，你为何打我？你一介白身，却在本王面前要打朝廷大臣，这是以下犯上。殿下，我们这也是为了大华着想啊！这韩冰故意惹怒辽国，这是想再引起战火呀！放肆！韩冰有罪，自有皇上定夺，其中尔等白身过错。韩愿盼，刚才让你受惊了，库头王子就交给本王。臣就谢过宁王殿下。有韩冰在，待本王登基，定能摆脱东林党的控制。殿下似乎把这个韩冰看得很重啊。我看重的是上下尊卑，朝臣有错，自有国家法度辨别，岂容尔等白身过错？等今天过后，我要你死！我也想说，你活不过明天了。实话告诉你，过了今天，你的靠山就没了。我看你怎么嚣张！我们走，让他再多活一会儿。靠山没了，他们是指陛下。看来今晚必须要保住女帝的皇位，否则叶家不会放过我。陛下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都平身吧。是。今日乃是上元家宴，朕在此设宴，款待诸位爱卿，愿我大华江山永固。陛下，犬子近日习得一首新词，愿献与陛下与诸位成功，以博诸君一笑。启禀陛下，臣有一好友，乃是欧罗巴人，他精通西洋乐器，何不如让他们一起献奏？朕准了。这是摩尔斯密码，他们在传递信息。宁王让我转告你，他若登基，就封你做梁国公，世袭皇体，
告诉宁王，稍后辽国太子会向女帝求亲，若女帝不愿，将以战争回信。朝堂百官会从忙协助。宁王想要武将集团支持他登基，需要一笔钱粮。家父早已备好，放在悦来客栈仓库里，那是我叶家的秘密产业。怪不得沈念人会说我靠山的，这是没军权的造反，找死！钱粮问题可是已经解决了。不错，东西结合，别有一番风味。朕赏了。臣谢主隆恩。谢陛下。今日中秋佳节，寡人特带黄金千两，白银万两，战马千匹，绸缎千匹，龙凤呈祥，法兰牌一对，玉如意一对，金碗一对，送与陛下。寡人对陛下爱慕很久，我这次来大华，就是想让陛下嫁给我。我大梁与大华永结秦晋之好。朕乃是大华的天子，你若是看上这大华其他女子，朕即刻就可以给你赐婚。我就看上了陛下，陛下，请赐婚。你不要太过分。寡人就是过分，请陛下来个痛快话。如果你答应，我大梁与大华永结同心；如果你不答应，若不答应，你就要发动战争，对吗？你怎么会知道？我知道的比你想象的还要多。丞相，你是不是想领着朝堂百官，要陛下答应你这门婚事啊？你怎么会知晓这些？我说过，我知道的比你知道的多太多。你知道又如何？陛下，他说的对，如果你不嫁，我大梁带兵南下，扒破你们的长城防线。欺人太甚！朕不嫁，有本事你回去便派人发起战争，朕宁死。陛下，还请你以我大华江山社稷为念，答应辽国求亲之事。陛下，近年大华连年征战，国库空虚，老臣四处筹集粮饷，但是时至今日，连东林党也无半分钱粮了。陛下身为大华天子，当为民谋利。如今我大华与大辽连年征战，不知有多少汉家儿郎死于战争，更不知有多少女子被掳走。还请陛下以天下百姓为念，嫁于皇太子，让我大华休养生息。我如此逼迫，只要宁王登基，我沈家不但没有灭族之危，更能飞黄腾达。尔等是要造反吗？禀陛下，如今中原天灾不断，反贼四起，若这个时候再挑起战争，同我大华社稷不保。愿陛下看在祖宗基业，嫁于辽国太子，保我大华基业。臣恳请陛下斩朝堂百官，朕大华。荒谬！斩朝堂百官，你有什么资格？凭什么？凭你卖国求荣，为一己私利，背弃君王，放肆！吾等为我大华江山社稷所着想，何来背弃君王之说？陛下是明君，岂有远嫁的道理？更何况是远嫁给辽国的太子为妻，这岂不是更荒谬？辽国与我大华乃是百年世仇，岂有卖女求和的道理？更别说殿下，哪怕是大华的平常女子，也不可以。陛下，臣愿领兵出征，哪怕战死疆场，绝不向辽国妥协。陛下，臣愿请缨出征，宁可战死疆场，也绝不卖女求和。要想要停止战争，那便以战止战。你不是想要战争吗？那就回去摆好架势，咱们真刀真枪打一场。都给本相闭嘴！韩冰，你叫嚣战争，但是现在大华哪有余力再战？我大华还有粮饷吗？国库早就空虚了。韩院判，我知道你对大华忠心耿耿，可我如今大华早已无粮可征，陛下嫁于辽国，此乃万全之策。方才我还道宁王是个明事理，没想到不过如此。放肆！也竟敢重伤宁王殿下！宗室亲王乃是陛下血亲，嫉妒亲王不敬，就是对陛下不敬。无妨。韩院判，如今没有钱粮，一旦开战，是大夏之倾啊！宁王说的对，这时候开战，百姓
将遭受灭顶之灾。谁说我没有良心？陛下，如今朝廷已有数十万担粮食。数十万担粮食，韩冰，你可知道你是在御前，胡说八道就是欺君罔上。韩院判，此事非同小可。倘若你现在收回，本王还可以念你年幼，让你一时嘴快。这宁王几个意思？难道他知道了杂交作物？陛下，如今朝廷已有数十万担粮食，可征战10月。笑话！如今中原数年天灾，粮食大面积欠收，何来数十万的粮食可征？难道你要说那数十万粮食是你买来的不成？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对呀，就是我买来的，有问题吗？如今朝廷早已入不敷出，购买50万担粮食需要近100万两白银，朝廷来这么多钱。就算是老鼠进入国库，也得哭着成全。你这是犯了欺君之罪啊！你说韩冰欺君，你可有证据？证据？那你们也给我拿出证据出来，证明朝廷大军有数十万担粮食可食。陛下，天下商会4大巨头已在殿外等候，请陛下宣他们入殿。朕准了。陛下有旨，宣天下商会4大巨头觐见。草民叩见吾皇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都平身吧。谢万岁！你是从他们手中买的粮食？对，这些该死的商人，他们竟然违抗我的吩咐！韩冰，你如何有钱支付购粮费用？莫非是强抢的不成？身为朝廷命官，抢夺百姓财产，按律当斩。诸位大人，韩大人尚未购买粮食，所以并未抢得无赠财物。韩冰，你好大胆子，敢在御前说谎，自乃欺君之罪！陛下，韩冰在御前满口谎言，老臣恳请陛下下旨诛杀韩冰，以正朝纲。陛下，此子御前欺君，不杀不足以正朝纲，不杀不足以正天下，还请陛下降旨。看来韩冰当真危及到东雷土地，不过无妨，待本王登基设正好你收韩冰之妻。陛下，现在严欺君为之过早了。贾院判既然敢把商户招入殿内，想必定有所意。我们不妨再稍等片刻。韩青，欺君之罪乃是杀头的大罪。如今商贾称你从未从他手中买粮，这如何起？韩青，莫要负朕，朕希望于你了。陛下，稍待片刻。我说了有，那便有。还记得我们的3个月之约吗？当然记得。3个月前，韩大人要我们等筹集50万担粮食，3个月后在大殿上交易。还记得便好。那50万担粮食凑齐了吗？城西天下商会仓库中，50万担粮食1两多少，但钱呢？钱呢？50万担粮食，就算按照现在的市面价格，至少需要80万两白银。如今国库1分也无，朝廷更不会打欠条。80万，这算什么？杨玄，叫他们抬进来。来人，抬上来。哼，这4个箱子有80万两白银。 80万两白银倒没有，但这8万两黄金倒是有的。黄金？这怎么可能？天下财经集于江南，你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黄金？ 8万两黄金换算为白银就是80万两。他怎么会有8万两黄金？他怎么做到的？难道这便是科学的魅力？你怎么会有如此多的黄金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张会长，我这8万两黄金折合成80万两白银，够了吗？够了，完全够了。
现在黄金1两可称算11两白银，这还有的多呢。好，如果说你再给我弄来粮食，我一样收。你有多少，我买多少。当真？告诉张会长，咱们还要多少黄金和白银？殿外黄金10万两，白银100万两。10万两黄金，100万白银，这你是怎么搞到的？你是不是贪污来的？对，一定是贪污。按我大华律法，贪污受贿应当剥皮宣草。贪污？现在国库还有钱给我贪？你们是不是又想说我在搜刮民脂民膏？我是客务院判，谁贿赂我？那你这些黄金和白银从何而来？简单，当然是挖了金矿和银矿，调了10万足兵前去，5万人挖金矿，5万人挖银矿，自然就有了这黄金和白银了。金矿和银矿，完了！朱梦云有了钱粮，又掌握了军权，东林党完了。看来我要想办法脱身才是。有钱粮又有军权，不行，东林党不能毁在我的手中。韩冰、杨林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撕掉兵马，这是谋逆的大罪，应当斩。对，撕掉兵马，此乃谋逆之罪，还请陛下降旨。不好意思，陛下已经将调兵虎符授予，全国可调兵。诸位臣工，现在我们有钱有兵有粮，还需要陛下驾去辽国吗？谁若再敢言，让陛下驾驭辽国，也许本大将军过不去。陛下，大将军放心，辽国赶来，吾等必死战不退。谁若再敢说将陛下驾驭辽国，便要问问我手中的刀，答不答应？丞相，诸位爱卿，现如今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如今有钱有粮，朕终于可以不用再受东林党的控制。今夜，朕便要屠尽东林党。陛下，老臣有本奏，韩冰从商贾手中买走50万担粮食，老百姓怎么办？诸位臣工，粮商手中的粮食都是供应全国各大小城市的，朝廷都买走了，老百姓吃什么？该死，他们要放弃怎么办？放心吧，他们是商人，只有人有力，他们这次是绝对不会放弃的。当真？你就看着。放弃够了，那我这黄金岂不是没了？后续也没大买卖了。陛下，草民可从吕松、满腊江等南洋诸国调粮，定会满足大华民间粮食所需。张千万，想死吗？别忘自己是谁的人。叶大人不用威胁草民，草民不过是正常生活。认清自己的身份，你们复古不过傀儡。看清楚了吧？只要你有钱，有后续的利益，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你身边。这叶家父子不过只是傀儡代言人罢了。你似乎什么都很清楚。略，现在斩草除根了。沈家与叶家他们若不死，我们父子二人怕是会被东林党暗杀。张青来，你确定能从吕松、满腊家调粮回我大华？陛下请放心，只要韩大人还给草民大订单，我想尽办法都能弄来，而且保证不影响国内民间粮价。此事你大可放心。好，你们先退下吧。此事朕便交与韩卿。丞相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老臣无话可说，必须弄死韩冰才行，哪怕暗杀。陛下，臣有本要奏，臣要弹劾几名谋逆之人。韩卿勿急，此事朕稍后交由你全权处理。现在，朕要宣布2件大事。阿史那库头，朕现在以大华天子的身份告诉你，我大华女子绝不和亲。你若是以战争威胁，那便开战。陛下，你要想清楚，你大华能挡得住我大辽铁骑吗？我大华挡不挡住，日后自有人会告诉你。现在，朕要宣布第2件事：工部侍郎之子，客务院判韩卿上前听风。
臣韩彬扶为圣听。卿在我大华危难之际，扶大夏之将倾，挽狂澜于击倒。朕现在封你为秦王，世袭罔替。朕在另命你摄政朝堂3省6部，当为我大华摄政王。子龙反对！韩冰一个外人，如何封王摄政？是要将我大华的江山拱手让人吗？韩冰有何功绩能够册封摄政王？请陛下给满朝文武一个交代。陛下，韩冰钻研奇淫巧技，为天下人不齿。若此刻封为摄政王，恐怕会引起天下士林不武的。韩青，如今我大华内忧外患，你可敢做这摄政王，重新让我大华再次伟大吗？何不敢？重振大华国威，臣义不容辞。好，这才是朕的韩青。陛下，请封外姓为摄政王，此乃大逆不道之举。朱梦云，你是要将我大华社稷拱手相让，对得起列祖列宗吗？大将军何在？末将在。如今任命韩青摄政3省6部，尔等可愿听命于韩青？末将叩见秦王殿下。好，秦王，现在这里的事，朕就全权交于你了，莫要负朕。臣遵旨。尔等都起来吧。谢秦王。韩冰，庶子，你有何功劳？封爵称王？不算，这是你朱梦云胡作非为，本王不认。你欲之称王，必受天下口诛笔伐。陛下，您倒行逆施，封外姓为王，难道不怕宗室反对吗？都给本王住嘴！来人，把辽国皇太子给本王拿下，扔出大殿！放开我！知道这么对待寡人是什么后果吗？一个面子的大华！韩冰，你还不给本相住手！你这是要颠覆大华吗？朱梦云，知道现在将太子扔于殿外，后果是如何吗？现在朕已将今日之事交由秦王处置。朱梦云，你是要将我大华的江山毁掉吗？还有你，韩冰，将我大华社稷所毁，你是我大华的罪人。毁辽国？他？呸！你辽国大皇子，本王再给你一次发动战争的机会，别说你20万大军扣关，哪怕就是40万，本王一样无惧。来人，把他给本王拉出去，双手给他斩断。韩冰，寡人定要封烟大华。杨林杨雪，尔等当真要助纣为虐吗？尔等可知韩冰今日的行为会有怎样的后果？寡人当然知道，你是说辽国南侵吧？你知道还做，本王不会放过你的。现在本王也不会放过你。什么意思？中书门下同平章事叶山、宁王朱臣，尔等密谋造反，知罪吗？韩冰说他们谋逆造反，胡说八道！造什么反？陛下，这分明就是韩冰为一己之私诬告老臣，请陛下为老臣做主啊！陛下，韩冰口无遮拦，胡说八道，偏要说我父想造反，他分明是滥用职权。秦王，他们当真要造反？陛下，臣所言句句属实，宁王和丞相确实密谋造反。无稽之谈，本相和宁王合谋什么了？当然是鼓动大皇子向陛下求亲。一旦陛下嫁到了辽国，那皇位空缺，届时尔等便仿佛宁王登基称帝。朱臣、叶山，尔等告诉朕，是否阴谋造反？他是怎么知道的？陛下，万不可听韩冰意下之言呐！我大华有宗旨，朝臣不得与宗室王亲有联络，老臣也一直未与宁王联络，这何来密谋啊？朱梦云，就是这样迫害皇室宗亲的吗？本王一直在江西，从未派人与叶丞相联络，你还未知？陛下，
这分明就是韩冰以己之私，公报私仇，栽赃陷害。陛下，丞相跟宁王根本就没有联络，何来谋逆？这是诬陷！你可别乱说话，他们都没有联络过，你说他们密谋，会不会有点过分了？是啊，此事若传出去，恐怕天下人当真会反对你摄政朝。韩青，朕也未曾得到他们联络的消息，你确定吗？臣非常确定，宁王与丞相密谋造反，此事非同小可，朕需要证据。陛下说的对呀，韩冰，你说本相与宁王密谋联络，敢问何有证据？就是，难道你是要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吗？谁说你们没有联系过？你们便是在今天这个路途上密谋的。哼，胡说八道！这不过是一面鼓罢了，如何联络？他懂摩尔斯密码？不可能！彼得说过，大华境内只有叶清明才向他们学习过摩尔斯密码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韩冰，你还真是小人得志变猖狂，用蛊联络，你还真是搞笑。你最好给本王住嘴，否则本王不介意现在把你给剐了。宁王，本王都说到这个地步了，还不承认？胡说八道！本王没有做过，本王要承认什么？嘴硬什么？是不是心里还抱着侥幸心，想抵死不认账啊？韩冰，你当真可笑！一面蛊如何联络？你怎么证明？哦，叶山，我现在是该叫你叶丞相呢，还是叫你梁国公啊？什么？不可能！大华境内只有我才知道摩尔斯密码，也只有我才向传教士学过。韩冰怎么会知道？这不是欧罗巴的机密吗？韩青，用一面蛊去联络，你不觉得太过荒谬了吗？陛下，宁王向叶山许诺过，只要助他登上皇位，他便册封他为梁国公，世袭王天。胡说八道，说的就是诬陷！朱梦圆，你的摄政王到现在都没拿出证据，难道你就要凭这些空口白话来给本王定罪吗？韩青，这件事非同小可，你有证据吗？当然有，拿上来。你们以为整个大华内只有叶清明会懂摩尔斯密码？以为本王不懂摩尔斯密码是吗？不好意思，寡人也懂摩尔斯密码。完了，韩冰不但知道，他还精通，能自己敲。本王居然当着他的面与叶山联络。现在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哼，敲了几下鼓就说丞相与宁王有联络，还把这些当证据，你还真是天下人。你问问朝堂百官，这到底是不是污蔑？韩青，如此实在让朕无法相信。韩冰，你这没办法当证据啊。这就是实打实的证据。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不过就是敲了几下鼓罢了，担不得证据。而且这一切都是你空口白牙所说，我们要的是证据。对，我们要看的是实打实的证据。就敲几下鼓就说我们私下联络？陛下，这韩冰简直就是在污蔑丞相与宁王。如果这件事情还不处置，一旦传了出去，恐怕对陛下的声誉不太好。韩青，你可还有什么其他证据？当然，陛下，京城内有一家客栈，名为悦来客栈，其中库房存着丞相的一大笔钱粮。只要本王带人去查一查，便自有答案。因为这悦来客栈是丞相名下的秘密产业。这悦来客栈的确是我叶家产业，但是为了本相补贴家用开设。这客栈内的钱粮是不是丞相准备给诸臣用来收买军队的？笑！客栈本来就是招待人的，放些粮食怎么了？放些现银又怎么了？难道这些钱粮就说明我和宁王密谋不成？你是不是觉得陛下和诸位群臣都不知道摩尔斯密码，就死不承认了，对吗？本相没做过的事儿，承认什么？证据呢？证据没有，但我有证据。是，就是他。
好，如果他依旧证明不了我们谋反，难道让这么多臣工陪着你在这胡闹不成？从一开始就说我与丞相私自联络，后又说我们以股传递信息，现在说我的好友彼得是证人，简直胡闹！你急什么？是怕本王揭露你的阴谋吗？现在，本王要他来配合本王。韩青，你要这西洋人如何配合你来证明？很简单，陛下说一段话，让他用笔敲出来，本王写下来。如果属实的话，那就证明本王没有撒谎。啊？他是跟宁王一起来的。如何？你愿意配合本王吗？喂，彼得根本就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来，让我猜一下，是不是宁王给你许下允诺？如果说你助他登基为了皇帝之后，他便允许你在大华传教。该死，他是怎么猜到的？是不是在疑虑我如何猜到的？很简单，因为他是传教士。我再次给你个机会，你如果配合我的话，我允许你在大华传教。这是真的吗？彼得，你胡说什么？这朝堂之上，本王是摄政，怎么会骗你？陛下，韩冰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勾连西洋人，许以条件，那岂能作为条件呢？丞相，你最好闭嘴，否则你就是不打自招。你觉得呢？ He is deceiving you. Only I want truly on you to pitch. If I am seen as a rebel, you will be an accomplice and will die just the same. 来人，把宁王给我抓起来！我看谁敢！韩冰，你要干什么？不是宗宪子孙，皇宗贵族，你要抓本王？你是要造反吗？韩冰如此猖狂，陛下不加以约束吗？难道硬要天下士林群情激愤，陛下才约束吗？陛下，您任由韩冰如此倒流逆施，难道不怕天下人反对吗？你在干什么？宁王是皇室宗亲，你怎么说抓就抓呀？朕相信韩青这么做必然有他的用途。韩青，就由你向诸位爱卿解释一下吧。诸臣乃是皇室宗亲，世受皇恩，不思报效，以下犯上，密谋作乱，本王为何不能抓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？宁王犯上作乱，难道还要说你的股吗？因为他告诉欧罗巴使者不要配合我，这个理由还不够吗？宁王一定是把你的话重新转述给了传教士，但他毕竟不是我们大华之人，跟我们的语言并不精通。没错，就凭你那两句子虚乌有的话，就敢抓宗室亲王，简直太猖狂了你！对，你说的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事，本王不认。陛下，你当真要让天下人群情激愤吗？叶山，诸臣，你们两个可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你们知道为什么本王敢这样说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本王连摩尔斯密码都知道，懂点欧罗巴语怎么？欧罗巴语？你骗谁呢？我们都知道你常驻京城，怎么可能会？宁王 ，as a member of the royal clan, you have conspired to rebel. What is your punishment? 你怎么会？村主任，伦敦强，你去过我们国都？你怎么会懂？我认识你这么久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不说，不代表我不知道。我保证，只要你认真配合，事成之后，我允许你在大华传教。你让我怎么做？宁王，叶山，这次本王便让你们心服口服，免得你们说本王诬陷你们。陛下，准备好了，可以告诉我一声。请陛下告诉我，想要传达什么意思？好，那朕便只传达一个意思：全军备战，立即前往京城。好了，韩青，你可以进来了。开始吧。
父亲，你说这蛊真的能传递信息吗？韩冰不是一个无的放矢的人，刚才的一切已经证明了。我相信他是没有问题的。全军备战，立即前来京城。韩冰说的字字如真，这用蛊声真的能传递信息。韩冰，国之大才，可笑本王海盗已经足够看重他，确实未曾想，还是小看了。完了，我理会听了。陛下，我说的可对？韩青说的一字不差。那传教的事，你大可放心，本王说话算话。宁王、叶山，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本王无话可说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你打算怎样处置本相？此事与东林党无关，全是本相一人所为。这不是你说了就算的。陛下，丞相叶山和宁王朱臣造反谋逆一事，已真相大白，确有其事，请陛下降旨，将其一干乱党斩首示众，以正朝纲。陛下，还有沈家姐弟，他们姐弟因为同党，理应一并斩首。陛下，臣女不知道他们在密谋造反，还请陛下饶臣女一命。陛下，我不知道他们做的这些，我才跟着他们做的呀！求陛下开恩！要求情，尔等找错了人。此事朕已全交由韩青处理。求你看在我们曾经有过姻缘的份上，救救我！是我有眼无珠，求你救救我！摄政王殿下，您再救救我们一次吧，我以后给您当牛做马，给您当牛做马，当牛做马。来人，把他们都给我带下去。陛下，摄政王殿下，圣皇大人。陛下，叶山与朱臣，丞相于社稷有功，宁王乃是皇室宗亲，丞相可闭门思过，写字罪书，昭告天下；宁王则降爵一笔，于京城读书悔过。阿青，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？你怎么回事？怎么就这么放过他们了？你这降爵一等，只是闭门思，写字罪书，韩冰在谋划什么呢？陛下，本王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这些只不过是为了陛下着想。这么好的机会，怎么能放过？既然如此，叶山回家闭门思过，写字罪书；宁王朱臣降爵为清河郡王，在京读书思过。还有沈家姐弟，念在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可以发配边疆，一切便交爱卿处置。好了，天色已晚，摄政王杨林、杨雪留下，其余人都退朝吧。臣遵旨。谋逆，乃夷三族的大罪。韩青，你告诉朕，你为何要如此轻易放过他们？摄政王，这是放虎归山呐！他们下去后，他不会善罢甘休。还有他沈家姐弟，他们先前那样待你，难道就因为他们给你跪下，你就放过他们吗？本王是绝对不会让他们活下去的。那你还放过他们？无论是叶家、宁王还是沈家子弟，在本王眼里，他们如同草芥，杀他们，随便安一条罪名即可。那原因为何？如今大华江山看似动乱，但内部问题已经无大。中原天灾，流民遍地，只需申持吏治，发放灾粮，即可解决问题。你的意思是，辽国？对，现在辽国才是我们的心头大患。叶山和朱臣二人定会派人偷偷去联络辽国，这便是我要的机会。至于沈家姐弟，本王需要他们打开关隘，引辽军入关。你疯了！辽国大军一旦进入中原，不知要死多少百姓。那便坚壁清野，否则一味防守是永远不可能真正消除辽国这一心头大患的。另一方面，本王要导其巢穴，绝其子孙，永绝后患。所以，还需要叶山和朱臣二人
引辽军入关，再派遣新的一军从海上登陆辽东。可我们兵力不足，朝廷50万大军中只有10万精锐。没错，我们骑兵稀少，50万大军，骑兵不到2万，但辽国铁骑就有20万。辽国不会现在就南下，他们会在明年春季发动进攻。这不可能吧？辽国军力强盛，但国力不如我大华。春季进攻，他们需要用粮食来喂养战马。但春季进攻会对我大华北方春耕有所影响，我们的损失会更大。朕明白韩青的意思了。更何况南下也需要准备时间，冬天也即将来临，因此我们会有半年的时间准备。韩青的意思是，这半年扩军是整军，将50万大军分为防备军和野战军。那沈家姐弟怎么说？如果不派他们去关隘，那叶山和朱晨怎么引辽军入关呢？好，此事便全权交由韩青了。你们2人先退下吧。臣等告退。韩青，你且过来。陛下，知道朕今日为何封你为摄政王吗？不知。历朝历代，只要女子称帝，便可将其夫君封为摄政王。因郎既接下了王权，自然我尽管谁敢闯亡命。那个陈家荣还有事，先行告退。来人，把摄政王给朕扒了！不要啊！雪儿，手没事吧？没事。雪儿啊，你不会是喜欢上韩冰了吧？爹，你说啥呢？我没有。再说了，人家现在已经是摄政王了。雪儿，听爹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乾坤未定，一切皆有可能。父亲，今日好险！没想到摄政王居然放了我等一马。我还以为我们要死定了。还好这个良心发现了，要不然这混蛋真就杀了我。你们高兴的太早了。今夜过后，韩冰将彻底坐稳摄政王的位置，到时杀你们只需要他一道王诏。父亲，您是不是危言耸听了？他今日都放了我们了，何必要再杀我们呢？愚蠢！韩冰明显是有其他目的。今夜此次锋芒毕露，连为父都被他算计了，此等人物岂会是善于之辈？这可怎么办？今夜过后，你们便会被发配边疆。我要你们在边疆蛰伏，在合适的时机打开关隘，引辽国铁骑入关。那倘若我们被发现怎么办呢？你真以为韩冰会放过你们？有他在，我们将永无出头之日。唯有投效辽国，方能再图荣华富贵。王爷，你受伤了？伤倒没受，就是腿肚子有点酸了。来，王爷请。王爷，我们扶你前来是为昨夜整军一事。详细的章程，我过2日会给你们。在装备上，全员使用火器，半年后应该能够20万大军使用。好。对了，还有一事，今日那沈家姐弟已被发往边疆了。具体的计划，我过2日一并给你。好，就如此，那老夫回去等王爷的消息便是。有劳将军。
王爷，丞相之子叶清明求见。他，让他进来吧。是。哟，这不是叶公子吗？怎么今天有闲心来本王这儿？秦明得知一件重要事情，特来禀报摄政王。有什么消息？说吧。家父欲叛国，意图荣华富贵。呵，这儿子告发老子啊，有意思。秦明平日放荡，虽有背君，但未曾被我侮辱先祖。然逆父为图荣华富贵，背弃家国，秦明为此而羞。具体的说说你父亲是怎么背叛大王？昨夜逆父见沈念文、沈念柔姐弟，因为他们姐弟充军发配，逆父让他们打探关防。半年后引辽国骑兵入关，覆灭大华。那他们具体的计划时间？逆父未曾言明，想来需要辽国做好战争准备后才决定。那有消息就通知本王，只要剿灭了辽国，本王重重无赏。秦明不敢有什么赏赐，只希望王爷能留逆父一具全尸。好，本王答应。既如此，你先回去吧。秦明告退。请摄政王宣王诏。现寡人以大华秦王加摄政3省6部之身颁布王诏，即自日起，永昌3年，大华女帝朱梦云为继亲王摄政，改元穆秦。穆秦元年，摄政王韩冰商斥史制，改革税制，安抚流民，整顿军队，兴建书院，相继颁布教化法、商税法等诸多法令。历经半载，天下逐渐趋于安定。皇兄，叶城传来消息，沈家姐姐花费半年时间，与江大同与山东官方摸清楚了。寡人永远都忘不了半年前被韩魏认出来的那一刻，找了这么久，终于给寡人等到了。皇帝，传我的命令，大军立即开拔。这次我一定要灭了大华。启禀陛下，王爷，我们已经得到军报，此次辽国倾巢而出，20万铁骑，30万部族，合计50万大军。沈家姐弟送出消息后，便将其抓捕，目前已被带回京城。叶清明已经告诉本王，本王终于等到这一天。传本王诏令，驻守山东的大军立刻乘船北上。只有一个要求：盗其巢穴，灭其种类。请王爷放心。还有，在辽军入关后，按照计划夺回关隘，本王要关门打狗。这就去传令。就这样放辽军入关，当真没有什么问题？听说目前只整备了15万大军。你且放心吧，20日之后的大朝会之日，就是这辽国覆灭之时。朕相信你，待你凯旋归来，朕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王爷有旨，有事早朝，无事退朝。臣有本奏。说，如今辽国铁骑破关而入，直逼京城，请王爷下令迁都金陵，逮捕被发。王爷，绝技不可迁都，否则我大华只剩半壁江山了。丞相，你是想让陛下和王爷身陷险境吗？京城城高墙深，粮草充足，还有精英护卫，只要守住京城，再令四处兵马秦王，定能大破辽国。迁都，若韩冰与周梦云跑了，我岂不是白忙活一场？荒谬！京城地处平原，无险可守，辽国20万铁骑来势汹汹，如何能？两面夹击，如何不能敌？你且退下来。是。知道本王为何今日叫你来上朝？本王不知，还请秦王殿下明示。今日本王给你们带来了2个老熟人。
王爷，他们二人，丞相，你看起来好像很惊讶，他们两个人出现在这里。清河郡王，你为什么也不惊讶呢？当日就该对你痛下杀手，会有今日之败。其实你能力不错，只不过选错了路。叶山，你是不是心里在想，他们这个时候应该在辽军帐中，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，对吗？王爷说笑了。辽国从毒石关入关，他们姐弟便在彼处，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活着回来的。他们出卖边防地图给辽国，本王也是以此为目的把他们逮回来。是在辽军抵达毒石关之前。辽军抵达毒石关之前？叶山，现在辽军已经兵临城下，还在这装神充鬼。老臣不明白王爷的话。那本王就提醒一下，丞相，你泄露了消息给辽国，又指使沈家姐弟晚上去打开关隘，迎辽兵入关，夺取关隘。现在还不能承认，否则我活不过今日。王爷，这绝对是沈家姐弟对老臣的污蔑，请王爷明察呀！哦，忘了告诉你，一路之上没有人去审问沈氏姐弟。半年来，本王也是第一次见到他。王爷，老臣。报！启奏陛下，王爷，50万辽军已抵达京城之外，即将攻城。本王知道了，下去。诺。叶山，现在都已经兵临城下了，你还不承认？王爷，老臣绝对不敢将官方地图泄露给辽国。老臣对我朝忠心耿耿，为天可表啊！来人，将沈氏姐弟松绑，除去口中之物。韩帝，跪下！可以让你不死。张嘴！是王爷。你再敢胡说，现在杀了！说吧，这半年以来，是不是叶山指使你，让你们去打探官方消息，然后泄露给辽国？启奏陛下，王爷，有人打开了永定门，辽军已经进入外城，目前已经在攻打宣武。知道了，下去。韩冰，你死期到了！怎么，现在承认了？你错，这半年来一直都是本相在指使沈家姐弟打探官方机密，然后送给辽国。本王来说吧，这半年来，丞相一直都在谋划辽国铁骑入关，废将你推翻。现在辽军已经攻击城内，韩冰，你的死期到了。是死期到了，不过不是他的死期，是我们的死期。王爷，胡说什么？什么叫我等死期到？现在辽军已经在攻击城内了。这次辽国可是有50万的大军的，其中更是有20万的铁骑的。你们今日就没有发现朝堂之上谁不在吗？少了5将，经营提督，12位都使，五军都督大将军杨林，安东将军杨雪，都唱。虽然本王要杀了你，但是还是觉得很可惜。你少在这装模作样！现在辽军已经在攻城，今天你死定了！沈念柔，真是不服你的大心呐！王爷，您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呀？我们还……给我住嘴！国军未抵达石关之前，你们就被抓了回京。辽国大军是怎么从毒石关进来的？我想是秦王放他们入关的吧？没错，确实是本王放的。可惜他们这群蠢货到现在还不明白。我想杨林、杨雪正带着御前军队围歼辽军铁骑。王爷，你到底在胡说什么？
姚军铁骑天下无敌，怎么可能会被打败？这半年来，朝廷默默整理出10万的兵马，数倍的兵力差，朝廷拿什么打？这是什么声音？当然是本王的武器了。划时代的差距，不是兵力。不可能！辽国有50万大军，怎么能轻易击败？启奏王爷，末将信不主令，亲率15万军，竟和辽国50万大军。怎么可能？50万大军，怎么能轻易就败了？辽国铁骑天下无敌，怎么可能会被打败？蠢货！辽军意图攻占京城，本将军早已遵照王爷的吩咐，在城外埋下大量炸药。丞相，你还不相信吗？从始至终就是他布的局。韩冰，是不是在半年之前你放过我们，想到今天了？你的确很有能力，但你的眼界和胸怀，注定当不了大统。阿都就来！本王是皇室子孙，皇权贵族，王自然有王的死法，岂容刀剑加身？本王成全你。不要！本王自己来。叶山，你呢？来人，选择一个死法，是你自己了结，还是我帮你？韩冰，你告诉我，是不是在半年前你放过我，就想好了今天？当然，如果不是你们给辽国通风报信，辽国又怎么可能大胆入关？他们不入关，本王如何一战定乾坤？就连永定门和城外也是本王故意让的。如果不让，本王如何一战定乾坤呢？韩冰，你赢了。沈念文、沈念柔，到你们了。我不想死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王爷，我们前庭长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其实从一开始，你们俩的结果就已经被注定了。要不是因为半年前、1年前辽军扣关，朝廷缺少名士，你们早就被我杀了。求你看在我们昨天回来份上，放过我吧，我真的不。若是你当初就跟我退婚，我也算了。但从你回我试验田、炸我蒸汽机开始，你的结果就已经注定了。当初你欲杀我，今日我便亲手送你上路。如果当初不退婚，说不定我会杀我。王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放过我吧，我以后给你做牛做马，别杀我。叶公子，你父亲被本王逼死，你怎么没有一点反应？家父自从外地出卖民族，
死有余辜。装的还挺像，不过本王可没有什么想留根的想法。求殿下，你要做什么？按照叶公子，你父亲跟你不过只是想要延续叶家血统，但是你现在可以去陪你父亲。来人！小兔死，糟狗烹！好爹，你会遭天谴的！夫君，如今我大华留民已定，辽国已灭，天下太平。不，大航海时代已经来临，真正的战争才刚刚开始。懿旨，整军待发，随本王去打一场新的胜战。不可，夫君，1月之后我们先完婚。好。末将反对这桩婚事。